雖然我一家一無所有，但我可以俾到你嘅係我嘅真心。點解中意親我嘅男人都係 cheap 星嚟㗎？你明明係 cheap 貨，仲要買名牌真貨嚟呃我。原來呢個世界係冇最 cheap 㗎，只有更 cheap。我要一件屬於自己、獨一無二嘅婚紗。你買唔起，唔該你唔好娶我。我要一張無限額嘅附屬卡，任意 shopping 唔使睇價錢。如果你買唔起，唔該你唔好娶我。我嘅錢係我嘅錢，你嘅錢都係我嘅錢。如果你要我幫你供樓，唔該你唔好娶我。1分鐘之前我仲係你專 man，1分鐘之後我就變成 cheap man 啦，就係因為錢。冇錢，你英俊瀟灑多才多藝有咩用啊？冇錢，你仲點樣享受點樣浪漫啊？冇錢，你最中意就係錢，錢就係你第一位，點會輪到我啊？收夠你哋咁嘅 cheap man 啊！接受你嘅 ，I deserve better。What the fuck？仲喺度為社交媒體數據頭痛，仲喺度手動發帖捱夜分析數據，粉絲加 Fan Plus 智慧工具幫你輕鬆搞掂，高效運營，精準投放，令你嘅社交賬號快速成長。立即體驗，開啟你嘅高效運營之旅，依家就加入成為各平台嘅焦點。你為咗嫁個有錢人，出賣自己個感情，你唔覺得咁樣做好 cheap 㗎咩？同一個女人孭同一個名牌袋，有能力嘅男人會以此為傲，冇能力嘅男人就話貪慕虛榮。所以判斷一個女人係咪真係拜金，唔係在於一個女人用咩手段，而係在於佢身邊嗰個男人。What the fuck？我覺得你好可悲，你都係冇前途噶啦。32立，男人30先入黃金期啊！世間上嘅天才啊，10幾歲已經名成利就噶啦，30歲死咗噶啦。